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明仔载就是520总统就职了吼，蔡总统要展开伊第2任期，伊是派到台湾2360万人这个期待啦吼。大家对于第2任有啥物建议哦？咱来看到讲，这回蔡总统是徛到817万人上悬这个票数吼，这代表人民对蔡政府的这个监督未来是会哪来哪强。咱讲这个4党吼。未来这个4党安怎带领台湾走向后一个这个世代啦吼？今日咱就要好好做伙讨论。接顶咱先来邀请咱的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民主进步党立委廖世峰。大家好，大家晚安。第二，咱要邀请国民党立委陈玉珍。阿明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金门的陈玉珍。第三位，咱要邀请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蔡碧如。咱等下买来连线吼，咱时代力量秘书长陈志明。首先，咱来请教立委，咱的这个老立委吼，其实对着执政党817万的这个期待，真正是真悬吼。但是万袂记哩，也有这个600多万票吼，其他的这个人的这个票数啦吼。对于执政党过去咱讲蔡总统吼，第1任的时阵，伊花真济改革吼，但是咱嘛看到改革其实是有难度的啦吼。但是也有真济政策。人民等待爱落实啦吼，咱讲这个成绩单，你看伊这4年拍了好啊唔好？多谢阿敏吼，真侪观众朋友拢会真欢喜吼。明仔载就是520吼，第15届咱的总统、副总统就职的典礼。当然徛伫我是一个执政党的身份吼，我会当知影讲第14届，尤其咱的蔡总统第头一届啊，做总统的时阵面临足大的改革的这个危机吼。但是伊会当甲危机画做讲是真好的转机吼，变做讲伫第2遍选举的时阵变做817万票。第1届咱所遇到上大的困扰，其实就是来自这个军公教的改革，尤其是年金的改革。年金的改革这件代志，会当讲啊，自这个台湾会当选总统啊，包括李登辉总统开始就开始咧画吼，但是无一任总统真正甲伊落实做甲好吼。所以头1任真侪人嘛是甲这个蔡总统讲，你第1届吼上好是点点卖创吼，第2届会当过关了，才来改这个军公教。但是蔡总统伊接受真侪幕僚甲伊建议讲吼，既然你会当选总统，大家对你的期待就是你希望伫历史顶悬会当做一寡改革。所以头1项军公教伫改革过程当中，会当讲引起民进党足大的困扰，包括咱伫2018的时阵啊，为着军公教改革甲无好了后，真侪军人、公教人员对这个执政党无够满意吼，变做伫地方这选举顶悬、地方县政府选举顶悬的咱。拢总是国民党有18席，吼，民进党剩5席尔。这对民进党来讲是足大的一个危机，吼，包括迄当阵的党主席嘛是蔡英文总统就辞职，吼。所以你会当了解到这头1项吼，但是军公教在第2届这个选举了，看会到讲大家对蔡英文总统嘛是肯定的，吼。第2项就是来自大家拢了解的部分就是同婚，吼，这个。同志会当结婚这个部分啊，对着宗教文化、台湾这个中国文化伦理等等足大的冲击吼。但是蔡总统伊嘛认为讲这是伊开出的这个政见吼政见，所以希望讲民进党会当来实现。所以虽然知影讲少年人吼支持这个同婚法案的真济，但是年纪较大的中南部吼，也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对这足大的反弹，包括阮家己是真侪是拢全是民选的这个立法委员甲民意代表，拢爱开足侪时间吼去通过这个法案。最后通过了后，咱嘛知影讲伫咧2天前啊，517拄啊好伫这个同婚法案通过1周年了后。颠倒真侪人感觉讲，1周年了后，对着真侪人家己当初时阵对宗教文化伦理吼，这个信仰并无改变，所以认为这个同婚法案应该是改革也还不错吼。所以你会当看到一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就展现着蔡英文总统要领导这个民主进步党的意识。伊感觉讲，若需要改革的时候，就一直拄落去，伊就无咧管你讲你选票先落偌济去吼。这对于执政党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考验。所以我认为讲，第2届当然有真侪国际情势改变，包括香港的改变吼，包括中国的改变了后，对台湾的选举嘛有影响。但是我感觉头1任总统会当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来自讲会当坚持改革，爱当互台湾更加进步。有影吼，坚持改革，咱先来带大家看讲吼，这个蔡总统这个满意度这个调查哦，其实咱看到自2017年4月调查到这个2020年4月然后，其实咱看到是上悬的满意度，也是即阵吼，2020年4月即阵吼7%2。
左右的这个肯定啦吼，其实嘛是有这个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武汉肺炎这届围堵了新疆有够成功，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选民和这个民进党架势啦吼，就伫2018年12月时阵9合1啦吼，这个地方大选是大败，迄当阵这个市政满意度吼，无满意的这个程度有到6%啦吼，说无满意的这个部分嘛，互民进党真正迄当阵有开始做一寡检讨啦吼。咱嘛看到讲，其实伫咧2019年8月时阵其实咱来看讲，这个满意度甲不满意度有这个黄金交叉这个部分啦吼。咱嘛看到讲，自迄当阵开始这2月这个1月11的时阵选举买手得到人民817万票这个肯定，来到即阵要就任第2任嘛毋过大家对于第2任其实也是有期待啦其实今仔日在野党这个在党拢有开记者会，提出因的这个观点甲建议，咱先做来看。总统蔡英文要伫咧5日空就任第2任期，时代力量党团开记者会，针对孤单政治、环境改革、社会安全网加司法改革等方向提出修法甲建言。其中立委邱显智认为，立委经过判刑确定了，应该改制，才符合公平正义。如果立委被判刑，然后确定受有期徒刑之罪确定，然后未受缓刑宣告的话，他是当然的解职那这样才能够这个符合这个最起码的这个公平正义。国民党是公布一份针对总统蔡英文执政4年成绩的民调，其中显示，11个项目内面，只敢社会安全、社会照顾加环境保护勉强及格，其他7个项目拢无及格。其中蔡英文上注重的司法改革，民众只敢予伊4.96分的低分。包括这个沙井案以及这个小灯泡这个案子那么其实，在司法审判过程中，都对于这个证据认定的这个部分，我想大家都心中都有所感触去年也是这个弄得沸沸扬扬的关于总统专机的这个走私的争议其实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是民众党团是呼吁政府，伫现主时并无适合条件伫咧编列第2期的前瞻特别预算，应该以防疫为重。国家钱不来到地方，他们看的这笔钱，他们还是看得到，吃不到所以大概有一些事情，就是再来就是后疫情时代，现在其实疫情比较舒缓了。后疫情时代到底我们如何把前瞻基础建设的钱，如何重新再来盘点，如何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在野党拢提出针对蔡总统第2任期的各项建言，希望在未来4年，执政党会能做到所提出的重大政见。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头拄有带大家看讲第一份民调是这个台湾制宪基金会啦，其实咱还有另外一份民调是这个国民党委托这个 TVBS 来做的啦其实这个满意度的这个部分有6%1左右啦这个无意见有1%4，无满意的有2%5但是咱要来看讲，其实这内底市政满意度到底上满意，讲上无满意的这个所在，也有啥物？上满意咱看到讲过去4档这个长期照护这个部分民众上满意的这个部分有6%2的支持啦伫咧两岸关系也有5%2啦另外，这个政策交通的这个部分也有5%但是上无满意的这个部分，嘛是有这个司法改革这个部分，差不多嘛是有5%1啦，51%的这个民众感觉讲这个蔡政府应该搁较加强。另外，针对着这个空气污染这个改善这个问题中部地区真正是受到这个危害上严重的这个所在啦所以差不多有4%9左右的这个部分，嘛是爱来去做一寡改变啦另外，咱讲过去这4档来到底咱经济是毋是有较发展，还是较无好啦是讲过去咱这个4档来安怎其实有受到这个国际情势，可能美中贸易战、台湾徛起这个部分，但是为什么民众也是对经济发展也无满意？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金门来这个立委，咱的陈立委。我感觉这个咱这民调蔡英文总统伊的民调的满意度会这么悬是因为这阵拄好这疫情武汉肺炎这代志所以大家较团结，较无想要讲甲政府安尼讲，政府最后无。开始是这个最后袂歹啦这部长这卫生部这卫生福利部这部长陈时中啦，讲最后袂歹咱讲伊最后袂歹，所以这民调才会悬。但是咱也爱看一个政府最早毋是看即站，毋是看长期，是爱看长期，看一4年以最在那这4年我看上无满意的部分应该是经济部分上无满意包括即摆这
疫情慢慢的过去了，落就是经济要怎有反转。啊，咱即摆看到吼，即摆失业的人愈来愈多，啊，少年的人要毕业的，6月份就开始6、7月份就开始有大学生要毕业嘛吼，毕业了，这伊若要去着找头路。啊，即摆经济两岸的关系建立歹状况之下，两岸关系歹之下，真侪台湾的经济也发展无好嘛。吼，啊个咱伫外交也做啊无好。吼，只规年我看蔡英文总统，我感觉，第我的看法啦吼，我感觉第外交做啊真无好，因为真侪国家拢在甲咱断交，一个国家给咱即摆。但是这敢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因素咧？是，毋管伊是啥物因素，你即摆认为你是执政党，你是总统，这就是你的责任嘛。袂用讲哦，因为我有一个啥物伫中共定啊，着你甲我拍啊，所以这就是拢个毋是我这，你即摆即打。这鸡是你伫换，这个打是你伫打，所以这就是你个代志吼。所以这外交好像减7个啊几个邦交国嘛吼，剩15个嘛吼，这第一点。所以外交的部分做啊无好。虽然当年美国这个部分是做啊袂歹吼，即摆甲美国的关系真好啊。问题是咱有看到啊，这个今日拄啊过嘛 ，WHA 这部分，美国有帮咱讲话啊，但是伊嘛是因为要维持伊甲大陆的关系，所以伊无帮咱提案啊，啊是讲伊伫国际组织内底，伊甲大陆可能无法度相比，伊可能家己算盘搭来美国感觉讲哦，我甲大陆无，伊家己甲大陆无法比，所以伊毋帮咱提案嘛。啊咱来考虑啊，咱即摆是两岸国际关系内底，你是毋是爱甲你的这牌全部地图，你爱地图全部地伫美国吗？啊你讲有对吗？啊若人讲讲啊歹听，美国若甲中国讲好咧。咱是毋是用放散？这是咱来考虑的嘛。哦，这是咱来烦恼的代志嘛。啊，经济部分啦，我来讲经济。像咱讲到大学生要毕业啦，你要无头路啊？啊，你政府要怎有发展？你讲这个叫做纾困这个代志，都已经分1万块，都分啊规个雾煞煞哦，全台湾拢个差乱七八糟啊，拢个袂公平啊，什么啊？国民党提出来诚侪想法，比如发现金，卖管到大家发现金，吼，大家去消费，大家心内有安定。伊毋做啊，毋做的状况之下，是毋是？即摆是毋是落经济会愈来愈歹？这是上互人烦恼的吼。即使个经济做无好，后壁也是真烦恼啦。是，其实玉珍立委吼提出真侪种吼方式吼，互蔡政府搁去落实啦吼。啊，其实头段嘛讲着吼，伫咧外交政策吼，啊，断邦交国，其实嘛是事实啦吼。但是咱看即回即个疫情的即个影响，嘛有即个脆暗外交吼，这嘛是即个实质的即个改善。啊，经济发展的即个部分吼，其实嘛是真侪人要去啦吼。其实咱今仔咱即个蔡立委啦吼，其实嘛有开着咱的即个记者会。讲纾困是民众上要义吼，头拄仔咱嘛讲到，即个分现金也好，还是讲咱之前有讨论过，到底什么方式吼，伫咧即后疫情时代，会当赶紧吼，互即个较散起来的人，还是讲有需要人，真正得到这，嘛是蔡政府即个未来，即个后疫情时代第2任期吼，要开展的时阵，上爱甲要义的所在呢？伊安尼讲啦吼，咱先来检讨伊即4档的一个成绩单嘛吼，啊4档前大家嘛是用对蔡英文总统有期待，所以足侪人嘛是用个促成即届台湾第3届迄个政治轮替。那政治轮替是愈侪变，其实按台湾的民主会愈来愈成熟，这是我感觉。但是在遐时阵的主张方面的讲，因为你执政啊，就是开始。就甲放袂记啦吼，啊，我想讲要提起这个执政党，其实因在遐时一直咧讲迄个集会游行的游行法吼，那其实这个代志，迄个执政党嘛是爱摕出来讨论，因为伊我讲我伫台北市政府时，台北是足侪抗议的场所，吼啊，其实你无甲这个法吼甲修好势，其实艰苦的是基层的。警察，吼，像顶个423的这个司法的判断，你不管你判对一边吼，第一届判啊判这边迄边无欢喜，第二判迄边啊换另外一方面的人无欢喜，吼，所以这一寡这回游行的法吼，我感觉是卡数第2任嘛，伊若是较无压力，我是觉得说。应该个摕出来讲啦吼，另外一个是要摕出来讲的，就是 EID 迄个数位身份证这件代志。吼，这件代志嘛是足侪人反对的，啊，但是为什么你无爱修法的？就是讲法令你无照报来嘛，你硬要去杀，伊有一个法令足奇怪哦，伊今年3月才通过法令，结果伊甲追溯到108年。这个我是到立法院来，我是感觉哦，足莫名其妙的啦吼。但是我感觉 EID 这件代志。追求数位，我感觉无人反对，但是法令爱照报来，有一寡
国民伊嘛是会较照顾伊的治安、伊的治安的问题，而且有当时啊老岁仔人伊确实袂晓用网络，甚至伊无法度记遐一号码啦，吼，到底伊迄张卡伊到底是要安怎用？我感觉这是这道我感觉是爱好啊，搁来检讨者。另外，其实蔡英文第一任的大家上无满意嘛是经济，经济问题这个部分确实是大家拢无满意啦，吼，啊无满意的部分大概就是讲。有一寡迄个经济的问题，伊是别个迄个能源政策啦。好啊，所以呢，伊伫在野的时阵，伊伫咧辉和家园嘛。啊，说穿了，2025，吼，2025，你迄个核三厂，伊自然时间到，伊40档，伊自然伊就是关，就是自然就是辉和家园了。但是辉和家园了后，你的经济你是要安怎发展？吼，还是你的能源政策？你的能源政策甲经济的转型到底是要安怎发展？我感觉伊拢无敢讲啊，所以第二任我感觉是可以开始来研究这，因为即道的疫情了后纾困，应该看出迄个行政部的单位就是安尼，伊拢先花。花了后，啊，那个老百姓无满意，大个毋是救起，就是个大个来改，这就是万元纾困之乱嘛，吼。所以即卖已经是其实疫情较舒缓啦，啊，即卖我想要提出来讲，到底安尼振兴是要开始，你酷碰券还是你振兴券，到底是当时要啥？当时是因是讲啊，7天只要7天没有无新的迄个。个案个出现了，伊就要开始要去进行迄个振兴的部分嘛。OK， 所以所以即阵，对，这个时阵到底安尼酷碰券还是安尼迄个振兴券？其实这个时阵应该是爱来拼经济啦。拼经济啦吼，第一部分这个纾困的这个部分呢，看到120万人吼，可能有收到这个现金的这部分吼，但是买手要振兴经济这块啦吼，到底蔡政府安怎提出这个牛肉吼啊政策会当烧肉啦吼？啊，其实咱嘛阁有另外这个在野党的这个部分吼，咱要来请教就是咱时代力量的这个秘书长志明，伫咱的这个线顶啊吼，志明你好。阿明你好，我是志明。是哦，咱头段嘛听到这个在野党有2位立委啦吼，就是咱这个国民党陈玉珍立委，还有咱蔡壁如立委吼，提出对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建议。啊，其实咱今日嘛开记者会啦吼，就是讲这个针对司法改革，也是讲这个社会安全网的这个部分吼，建立嘛要来提醒蔡政府伫未来4档安怎来改啦吼。是。不止头拄阿明讲的所讲的这几个题目吼，咱其实咱的宪改吼，宪政的改革，啊，咱司法改革，以及咱的媒体改革，甲咱迄落徛住正义吼，这阵啊，咱这疫情的关系吼，真侪人经济拢真困难啦。但是咱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就是讲最近有一个统计，就是咱的租金吼连续110个月起价。这少年人买厝买袂起吼，连租厝嘛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时阵其实咱在讨论的是，头拄有讲蔡总统伫这4年做了这样的改革，咱的年改吼，咱的同性婚姻拢做啊袂歹，但是咱国家阁有真侪爱处理的问题，尤其是讲咱这种经济的问题，啊，阁咱安怎互少年人会当看到未来？吼，咱拢讲少子化，吼，咱讲咱这社会要进步，啊，是要安怎来翻转这个结构上的困难？吼，啊，咱经济上面，咱一直咧讲真侪，比如讲咱炒作土地的这个政策，是，咱真侪讲说落来真侪外口咱的台商要转来台湾。要等来台湾都无土地，啊！但是咱讲无土地，咱就是嘛来讲国土，咱就爱放宽几块标准，讲放宽坡度的限制啦，吼，还是讲有一寡咱国家的地目要改变哦，啊，然后咱再等来台商有通好都在通好去抢房吼，但是咱看者，咱有真侪土地其实是有划做工业区，但是拢无咧使用。好，咱变成讲是炒作土地这一个问题。啊，咱台湾的资金，咱一直按炒作土地、炒作房地产加留去。咱一个厝头家吼，他顶年有一个报道，就讲一个伫市区的厝头家，伊免做啥，一年就当收3000万，啊，咱赢真侪，讲咱好好咧做生意的企业。咱国家的几个体制是安尼咧行，咱要安怎鼓励讲咱少年人爱投入讲咱的产业的开发，还是讲咱爱创新？所以咱结构性的问题吼爱解决，所以希望讲咱的蔡政府、咱蔡总统会当来
来想讲安怎解决这个问题。是，就是讲未来这4档吼，其实他都志明有讲到足侪重点的，就是讲这个世代正义也好，还是讲这个好野人愈好野，善车人愈善车啦吼。啊，其实对台湾这个经济也好，还是讲对这个社会正义也好，拢是较无公平吼。尤其咱头段嘛讲到，这个租金的这个部分，少年人都买袂起厝啊，啊，谁人这个租金佫直直起啦吼。其实这拢是蔡政府所需要来面对的吼。啊，头段咱这个在野党的这个立委嘛提出着这个建议，未来4档蔡政府除了这个咱讲这个工程真大吼，安怎继续来落实？嘿，拄则几位吼，拢全是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吼，啊，甲时代力量的秘书长所讲到的问题，我就简单来回应一下啦吼。蔡总统甲咱的行政院长的分工吼，蔡总统主要是伫两岸外交甲国防顶悬。伫顶一年内底呢，蔡总统上大的成就就是讲，互台湾吼会当维持一个和平吼、稳定的状态。然后伫两岸当中，虽然甲中国之间无啥物特别的往来吼，但是咧经贸顶悬是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伫第一任的蔡总统的时代，又看到讲，如果咱伤侪重心嘛，咱的真侪少年人，也是真侪工厂，包括中小企业，一直去中国大陆了后，会造成台湾去互掏空。所以呢，即款情形伫第一任的时阵，蔡总统有提出讲爱新南向政策，希望讲真侪咱的工厂，也是咱的人员，会当有维持国际贸易，但是会当往新南向，才会足侪国家去发展，这是上重要的因素。但是呢，第二遍碰到啥问题，就碰到即个武汉的肺炎，影响到了后。颠倒变做颠倒摆操作，咱所知影，本来伫顶一任的，咱就提供就是讲，咱的即个国外的大商倒来台湾投资吼，会当来做一寡优惠，现主是拢毋免。真侪人自然就倒来台湾，啥啦？因为台湾会当维持咱经济甲防疫吼，即个部分拢相当会当发展，毋是像其他世界各国，包括欧洲、包括中国、包括即个美国，拢全是当着疫情了后，所有经济活动拢要停摆吼。所以即个情形是会当展现着讲，咱过去伫国家的治理顶悬是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即个经济稳定吼。第二个就是讲，拄则有讲到吼，咱所知影就是讲，伫长期照顾老大人，加社会福利的部分，确实有进步，那么投资真济落去吼。即种部分嘛是维持现主是咱等了疫情了后吼，咱的真济老大人甲囡仔会当照顾着。因为我所知影疫情的部分，尤其是蔡委员啦吼，伊是医护出身的，伊拢知影。譬如外国的国家，欧洲还是美国，那老大人伫养老院，你若得到即个肺炎了，就互你去啊，连就我甲你医疗，迄是无共款。所以事实上，咱是真重视咱家己的老大人顶悬的即个长期照顾吼。过来就是拄则讲的，少年人尤其是时代力量吼，第一任因对着军公教改革，对着即个同性婚姻的法案，虽然有赞成，但是因对着较无赞成、做无好的部分，就是社会主体。社会主体的部分就影响到即个徛起的正义吼，包括讲，尤其伫中北部，你若去中南部，你就知影中南部若要买厝租厝是较简单，但是中南部伊的迄个薪水。相对较低一丝，可能敢若9成左右。包括我所知影大的即个半导体的即个公司嘛是共款，因为薪水嘛先来调整吼。所以第二届碰到迄个蔡总统上大的困扰，就是讲要甲伊第一届内底所讲的社会主体，会当甲起到20万户吼。包括为台北、甲新北、甲桃园这3个大的县市来改革，实在是无简单，需要县市政府伫土地的变更顶悬会当斗3工，这是需要改革。过来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真正是若毋是当着即个肺炎的部分吼，咱台湾即马包括真济在野党会拢有同意着咱的特别预算，特别预算咧头一阶段是所出是2100亿，过来要加1500亿，2100亿是要救急。新加坡需要1万块的，需要3万块才稳将观光业吼。当到即个疫情了后，无办法，已经切断咱的观光业，这人爱生活1万块是3万块吼。当然咧，申请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县市政府因为停书无啥共款，所以最后上简单的就是讲，你要签一个切结书吼。然后才由地方政府，也是讲中央政府来甲你背书吼，这是会当了一寡乱象。但是就我所知影，出去的即个比例已经愈来愈悬吼。这是第一阶段纾困的部分，慢慢一定是创较好。第二阶段真正会碰到困扰，就是讲6月、7月了后，如果咱的疫情较和缓吼，较和好落来了后，咱要互咱的经济要哪复兴起来吼。
即摆我看到交通部徛咧真头前真讲，伊就说国内旅游咱先来，吼，国内旅游有防疫旅馆啦，恁先来从好，一步一步甲国内旅游先建立好了后，等国外咱的入境甲出境吼，出国即个部分，因为外国嘛是安全，你嘛当去嘛，啊你若无安全，你嘛是14天去调个遐吼，较来开放即个部分吼。当着上大的困扰，应该就是未来啊，要哪甲中国恢复一部分的经济甲贸易。是。即寡部分我所知影，即马倒来台湾，大概超过100外间拢大公司要倒来，包括讲有一寡美国的公司伫咧中国遐投资，因认为讲台湾处理疫情较好，会当互因的公司未来吼伫咧经营顶悬较稳定，拢走来台湾，这是好事。但是咱要来互咱即个企业倒来台湾的时阵，包括咱人才嘛当倒来台湾即个所在，莫欠缺，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慢慢掏空去吼。去国外、去香港，好找较好的头路。但即马慢慢叫伊转来了后，咱台湾尤其是蔡政府要哪建造较好的空间，或者少年人要转来找头路吼，会当有安稳的生活。所以未来的挑战会非常的大。同款的理由，我嘛认为讲未来上大的挑战，毋是干那即个疫情较好了后，经济诶迄个复苏的部分是，咱对中国之间伫经贸顶悬的往来要哪处理较好。因为我所知影，包括讲迄个中国的即个因的领导者吼。即个习近平主席啊，可能对台湾就感觉就是安尼啊吼。虽然咱知影讲伫国防顶悬，还有真侪所谓的文攻武吓吼，那么是维持讲真好的状态吼。这可能会当叫做一句即个国语叫做内弛外张啦吼，就是讲看起来是内弛，但是是外张的很厉害。咱呢维持国家的稳定嘛是总统应该做的。所以我嘛是呼吁讲所有人爱先支持咱总统，会当领导咱的国家继续往前，互咱先安定、先稳定了后，互咱经济复苏。因为台湾是一个以即个外交导向为主的经济政策，无可能咱家己好，就好。咱嘛应该还有一寡迄个外交的经贸政策，但是爱吼。迄个莫讲拢囥喺一个哪来啦吼，一大堆鸡卵拢囥喺一个哪来，一弄破，大家拢破去。所以未来我是认为新南向的政策嘛是要继续执行，然后中国才慢慢来恢复，我想可能较好嘿。但是咱嘛爱寄望讲，咱的美国遮吼，未来对于台湾遮外交甲国防顶悬会当继续甲咱支持。虽然咱有提出即个较好的国防政策，包括咱国防的自主，家己做潜水舰，家己做飞行机，但是未来规个亚太顶悬啦，因为咱毕竟是小国家，咱甲中国10几亿人口比起来，甲美国比起来拢是小国家，咱需要伫即个小的国家之间，咱伫小的国家咧大国之间爱求取一个平衡啦，是咱非常重要的工课。因为蔡总统真长久以来，包括为李登辉总统开始，伫量化政策甲外交顶悬，拢有真好的经验，所以我相信会当领导咱的团队来对抗这国际对咱的挑战。不过咱讲这个情势吼，对台湾伫这个疫情这个时代吼。全世界拢咧挺台湾吼，但是咱的这个面对中共这个压力吼，其实咱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主席，伊嘛做一寡这个指示啦吼。伊讲啥咧？伊讲一国两制伫台湾无市场吼，拒绝这个买办来渗透。另外咧，国民党嘛面对这个两岸关系爱徛稳这个基础伫咧吼。其实国民党有这款的这思考，嘛会使互一寡两岸的政策的建议，互蔡总统啦吼。咱继续来请立委。其实国民党一直以来吼，拢个是主张讲吼是两岸爱和平嘛，对无？大家都是卖拍战嘛吼，因为阮金门来阮有拍过战，阮真侪长辈，阮真侪像阮阿嬷生10个死的，战炮战的时阵死的哈。所以金门人很希望和平，对无？咱唔惊战争啦，但咱不求战争，无希望两岸拍战。但是咱有看到，民进党伫选举的时阵，这标准拢个无相款。标准时阵就是拢个甲国民党拍成讲，那时阵你要甲大陆要去跪大陆，要去救大陆，就是要去甲大陆徛一国。我就讲，中华民国咱家己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咱家己都是一个国家啊。但是因为大陆、中国伊是咱的厝边，真大的厝边，甲咱。往来真多，经济影响也非常大，所以咱无应该讲想要甲大陆往来，就甲一个人吼，唔管要甲大陆往来，唔管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也好，什么讲你就是要填讲，就是要出卖台湾，这是唔对的代志啊！我举一个例啦吼，马英九总统做总统的时代吼，到伊落台的时候，咱台湾甲大陆甲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互相需要的程度是39%，即摆到蔡英文总统已经是40%啦。那是照较早国民党照这民进党的标准来讲，安尼即摆在蔡英文总统毋都是也搁填讲搁卖台吗？对不？所以
咱袂使因为政治，为了你想要选举，佮甲所有主张要两岸要和平的这款政党拍成讲哦，你就是要甲大陆中共做中共的同路人，这就是唔对的代志嘛。咱民进党规律来讲哦，咱都爱团结团结。 无唔对啊，我嘛是希望团结啊，咱嘛是希望国家好啊，咱希望国家好的时候，唔管大陆也好，唔管美国也好，唔管日本也好，咱拢该互相往来啦，就最心理也好，吼民间的交往也好，啊，就是要互相啊，甲美国吼，就是要伫中华民国啊一个建立一个国家，啊一个世界各国中国际上，咱爱维持一个平衡啦，就是讲袂使伤外，袂使伤拼高度的，袂使伤外高边的，但。 国民党按你讲的时阵，就被打成是亲中卖台嘛。啊，我举一个例来讲啦吼，啊，民进党规律就是讲好啊好啊，咱就是伊就是要什么，抗中保台啦吼，要抗中保台，好啊。啊，那即摆国民党顶礼拜拄啊发生的代志啊，啊，国民党毋是讲，民进党毋是立委蔡意仪啊，蔡意仪嘉义的立委啊，因为提了要删除的国家统一进程的这个两岸关系条例这一条嘛，对不？国民党嘛是讲支持啊，无反对啊，我是。 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啦，我负责办啦，我嘛是讲这会使讨论啊，唔管你要统一，唔管你要独立，唔管你要维持即摆的状况，这都是会使讨论。民主国家命袂使讨论的，阮也嘛是按算要甲伊摆入啊。因为过两天，中共迄什么国台办的发言人，什么出来讲两句的，讲啊什么袂使免啦，那算恐吓啦吼。啊，你民进党家己揪到。 啊，这款代志是要走抗中保台咧，是，咱先请这个老李是要走抗中保台，你甲我指导一下。就是讲，咱真要的，就是讲这个征收条文吼，国家统一前这个部分吼，已经要甲汰掉，我加讲一句话，互咱立赢，国家汰掉。我加讲一句话吼，啊，国民党希望讲两岸和平吼，啊，落甲大陆往来的时阵吼，恁就讲哦，国民党是要卖台，啊，即摆恁要修法，我嘛支持恁修法，我嘛要甲恁团结啊，要甲恁修法啦，我嘛支持恁修法，我嘛要摆案来讨论啊，民主国家会使讨论，恁家己揪到。 恁开始讲，恁是感谢党委员啦吼，迄个阮的蔡委员咧提这个案的时阵啊，阮的党团拢唔知影啦吼。啊，事实上啊，党委员有讲你要支持这个案嘛，但是你敢会当保证？我要摆案啊，你等我讲了，你敢会当保证讲咱的江主席所领导的国民党党团拢支持这个案？来，无，你听我讲了，我的意思是讲。 每一个立委有伊提案的权利，吼，譬如讲，我会提案讲，我希望我的衫是红的变做青，吼，啊，真侪人甲我支持。但是你来讨论的过程当中，会当到困扰。譬如讲，伫咧蔡委员提出这个问题进程啊，提出这个提案进程，我嘛感觉这是真好。但是这个时机敢对，吼，啊，我要甲你讲，你若真正要改变这个时机的部分，上重要是伫修宪，毋是伫修改《两华人民关系条例》，吼。 你听我讲了，当然你会当甲阮笑讲啊，你看恁民进党拢纠气吼，拢软脚下吼。但是我要甲你讲，这就是稳健。是安怎讲稳健？你嘛会当讲，即马蔡总统是民主进步党的总统啊吼。安尼你明仔载就马上讲，你来宣布台湾独立。我嘛会当讲，哦，这真好，可能有人拍破啊。然后有人讲，啊，你有够戆呢？你宣布台湾独立进程，当然中国是马上甲你讲，我要甲你拍台湾吼。啊，你蔡总统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啊，过来美国甲你讲，我希望讲现主是台湾海峡，就是希望会当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现状的状态之下，是安那你要征求到规个国际关系拢对台湾有利的情形之下，才提出这。所以我要甲你讲，台湾独立这个事实，伫咧台湾内底已经是事实啦，因为咱已经台湾所有公民会当选总统。但是台湾独立甲国家变更的代志，若是在国际关系顶悬无办法摕到大多数国际顶悬的认同的时阵，你会当讲是摕两去讲石头，吼。所以我要甲你讲，做一个执政党，就像你讲的，你要还价要有一个打，这个打地才毋是轻轻松松干那在打嘴炮，你会轻轻松松的，你就是讲，我会当甲各位讲，我先爱保持咱全台湾遮安全的情形之下，而且来讲，若是蔡意瑜提出的这个提案时阵。若是规个民进党爱修改，为修宪开始，拄则我有甲主持人讲过，修宪伫咱立法院内底，拢总爱通过3/4的立委完全同意。如果若国民党党团完全同意蔡意瑜这个条款，我会当明仔载甲蔡意瑜讲，过安尼咱民进党党团过来创。但是我感觉这是咧讲笑话，我是认为讲现主席吼，包括讲。咱的江主席上台的时阵，嘛真侪人来讲，是安怎国民党伫选举的时阵已经完全放弃九二共识，你嘛是讲袂出来同款的理由嘛？所以国民党会遇到困境，民进党的发展嘛会遇到困境。但是咧遇到困境的当中，咱会当取得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讲，希望先维持台湾现主席现行的状态。这个名虽然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大概90%顶悬，感觉讲听到中华民国。
试插啦，吼。但是我的护照顶外嘛写中华民国，但是阮希望讲以后台湾的名字会当愈来愈大，这是一个慢慢来渐进式的改革。这个渐进式的改革会当讲，互台湾大部分人会拢同意的情形再来创，而且伫顶一届吼，伫顶一届，咱咧修改《两华人民关系条例》的时候，有通过讲，恁若是要改革任何对台湾较大的震荡的部分，是爱双门槛，一个2/3，一个3/4，所以是差不多所有的立法委员拢同意的情形之下，才会当改变这个法案。所以就是立法院就是爱大多数的人吧。我感觉刘立伟吼讲啊真好，啊这话若是伫选举才讲，毋知有偌好。啊，毋通选举的时阵，就是甲百姓讲吼，哦，你若选举才甲百姓讲，啊，阮若当选了就是安尼啊，阮若是袂改变啦吼，阮无可能去什么抗中保台啦，因为阮若是做袂到，阮还先甲百姓讲，莫讲哦，国民党要安尼做，国民党较早执政的时候嘛是安尼做啊，嘛是希望讲稳健和平，结果恁知影就是亲中卖台，搁填讲，除非台湾。你若当初选举时阵安尼讲，百姓的想法可能无同款嘛。选举时阵甲家己塑造成我就上大啊，即摆啊，我即摆咧，即摆这时机，甲塑造成全世界，这宣传也真厉害，全世界拢去支持咱中华民国，全世界拢去支持咱台湾，结果咧，毋是嘛？你毋通欺骗百姓。其实吼，这个修宪吼，修宪真正是大工程。国际困难，咱大家知影。阮也是中华民国一份子，阮嘛是，咱拢计是。上家族的，阮嘛是同款啊，阮嘛是希望国家好啊，慢慢行错，慢慢行错。但是即摆就是做袂到的时阵，爱互百姓啊，规日甲百姓洗脑讲哦，阮就是做啊建立好，阮就是全世界拢计支持咱台湾就是第一名，这种毋是实心嘛。所以即款啊个要啥物讲啥物修宪，然后修宪。啊，你先把这两岸关系先修改啦，你这细项都做袂到，大项是要欺骗，那欺骗百姓，这款歹势啦吼。所以这修民众来讲哈。没有，我来讲哦，你选举的时候，我嘛是感觉讲民进党起来是做到选举的，好，所以台湾议员你也不要太激动，我感觉这民进党，伊就是选举的时候讲一款话，评论时啊，伊就是爱修正个转的。所以讲实在话，我来讲，我以早是一个专业人士，后来我来伫个台北市政府，甲即嘛来伫个立法院，我一直认为讲，咱台湾是伫一个足特殊的地理的位。其实说穿了，对一边拢是安尼好朋友啊。吼，不管日本、美国甲中国，我感觉咱伫即个所在，我感觉是足好的一个位。咱应该是爱含人的，大家拢爱做好朋友，而且大家拢应该会含嘛，咱是好朋友。吼，咱无一定爱讲爱含我对一边。啊，过去就是安尼嘛，国民党执政的时阵，啊，后来换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啊，结果咱中华民国台湾的老百姓就伫两边安尼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就甲大家老百姓就迄个头壳拢戆起来。其实我来讲吼，我感觉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即句话我讲。应该即摆无人反对啦，好，即摆无人反对，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啦，吼，所以我感觉无啥需要，吼，选举时讲一款话，评论时时搁你要转弯要讲一款话，但是我感觉用个讲啦，迄个民进党嘛足辛苦，伊安尼爱常常转来转去嘛是爱讲较做，但是我感觉咱应该是台湾说穿的，台湾即个伫即个世界上向上了解中国。可能是台湾，咱应该是来帮助讲，美国来了解中国，啊，嘛是咱应该来帮助日本人来了解中国。其实台湾就是上了解中国的一个国家，所以按伫这个位内底，我感觉我们就是站稳我们自己的位置。有影吼。其他四边的人拢会来含你做朋友，甚至伊个南下的一寡国家，伊嘛是会拢会来含你做朋友。我感觉安尼就是啊。台湾上重要的，这个时阵不管任何时阵吼，还是甲国内的经济做好，民生经济爱弄好。蔡英文总统过去第一任，互人感觉就是讲，伊的经济做啊足歹。好，这是事实。啊，事实，所以伊内底有足侪法令，我去立法院，我嘛是想要改。像他拄仔还袂讲咧，伊讲一寡迄个农地违法的工厂，伊一个就任了，伊嘛是讲啊。自暴其灾，结果嘛是拢无做，啊一寡迄个农地正义甲食品安全的部分，这个部分我感觉伊应该去做这个代志，所以经济还是经济第一的。好，其实除了外交两化以外，经济还是救民生、救经济，这是民众要义吼。咱其实来看讲吼，咱嘛有经历到这个蔡英文执政吼4年内底吼较重大这个争议吼，头拄嘛有讲到这个集会游行法吼，大家望的现在未受好势啦吼。另外
对着这个土地使用吼矿业化其实嘛是个坑的啦吼。另外这个劳工朋友上要义的这个劳基法。这个两改修改吼，但是这个劳权的这个问题吼，可能也阁无足啦吼。另外就是讲这个上加这个工资法，其实民众吼过去嘛是真要义的。另外这个军公告年改无真正解决到这个问题吼，这个任期也是讲国会爱阁一改来修法啦吼。头拄仔嘛讲到上加工资法来跳票啦吼。另外就是讲这个转型正义这块到底有做了好势无啦吼。另外就是讲咱头拄嘛一直讲呢。现政的这个改革这个部分，若是讲未来这个适当啦吼，就是讲维持稳定这个状态啦吼，大家会当过去来讲这个授权这个部分，才是有先顾到这个民生，再来讲这个授权吼。继续，咱们来请教咱时代力量秘书长这边，咱过来请教你啦吼。其实咱头拄啊，这讨论拢有针对着两岸也好，外交也好啦。其实咱时代力量才嘛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司法改革这个部分吼。咱头拄啊嘛无讲到啦吼，但是这是民众吼可能上界要义这个所在，另外这个咱搁请这个志明来甲咱说明一下。咱司法改革这边吼，人民的参与是同时间大家咧讨论哦，真重要的代志。因为即马人民不管是伫咧咱被告诉的吼，还是讲咱被害者吼，还是讲其实有真侪需要这个讨论的啊。咱对于讲冤案吼，那大家拢有真侪看法。但是这过程当中呢，人民有参与空间无？无，因为咱即摆拢讲较早观念来讲，咱爱相信司法但是对民众来讲，咱讲什么恐龙法官啦，还是讲咱过程当中民众对咱法律的无遐了解的过程当中，无去保护。这中间的改革其实拢是爱政府来做来保护咱人民的，咱一个公平正义的司法面前呢，会当真正会当来保护所以讲不管是参审还是讲咱被害者的保护，还是讲咱这过程当中安尼资讯呢会当公开，也袂当公开，有一个规则出来啦所以这是讲改革的过程当中咱来注重的代志但是咱司法改革会议其实进行了开真久但是即马你就看咱结果开出来咱司法改革煞无来叮当这是真正。互人就感觉讲是可笑的，因为这是真侪人咱法界精英咱法界专业人士讨论出来讲，台湾面对的问题不管是安怎来保护还是讲安怎来健全，但是咱上到是要司法的程序要来改革时，发现讲原来这制度那是讲既有掌握权利的人。伊无愿意咱变来颠倒这就是希望讲咱蔡政府咱蔡总统会当来讲做带领着这个改革来司法改革来改革安尼。有影啦这个时代力量志明有这个建议，其实头拄咱的这个私底下甲这个老委员来开讲的时阵，老委员头前嘛要讲司法改革可能是民众上无满意的。对，因为伫咧头一任的时阵蔡总统有主持真侪改革的会议啦大家嘛拢知影，其实司法改革毋是干那牵涉着行政院甲立法院尔，搁一个叫司法院啦那按照咱现主席5权分立还是3权分立，咱不是要尊重司法院所有制度。所以伫咧行政系统内底，我所讲，譬如讲法务部法务部因咧处理包括检察官，包括即个法官内底，若有是无适合的爱甲伊态度调即个机制，慢慢在建立当中虽然这无够紧咱嘛拢知影，若真侪人犯了法了后，入去内底关，伊是毋是有受到即个人权的保护，包括是毋是用虐待还是讲内底有一寡无互人了解的即个公平正义的部分，即种部分你若要个案来解决，其实是无遐尼简单但是我知影一个上大的重点，就是讲伫顶一任的时阵顶一任的迄个总统的时阵伫咧第9届立法委员有讲到讲咱的司法才会人民参选制、参审制，甲人民陪审制参审制甲陪审制伫咧最后司法改革即个会议内底有讲到，人最后会做决定，就是讲希望会当用参审制来进行，就是讲人民法官啦但是呢，即届开始，佫开始甲即个法条放进咱的司法法制委员会内底的时阵咱的时代力量甲民众党有无共款的意见？伊认为参审制甲陪审制两案拢爱共同来进行国民党团颠倒无特别的意见特别两项要特别进行，佫爱开公听会，颠倒佫回到原点所以我认为讲若是司法院因所有的人，包括专家，包括真侪法界先进，
因认为讲人民参审制这个制度，互因实行6档看卖啊一个，再来做解决吼。所以，阮即马是差不多这2案要送去这个院长主持的这个党团的这个会议内底来做这个党团协商吼。看是毋是会当支持参审制吼，6档看嘛，参审制基本的道理大概是甲日本较相共款吼，因为咱认为讲台湾即马的文化甲日本甲美国比起来，日本也较相近吼，啊甲美国较远吼，所以来试看卖啊一个吼，这是上大的变革。当然啊，佫有牵涉人权的部分，包括最近咱知影有一寡这个视觉失调症吼，啊造成真侪人无辜的家庭的困扰。这后壁真侪就是讲是属于这人权的部分，在人权保障顶悬咱做较无够，吼，包括被害人甲加害人，这要怎做较好，这种部分我会当努力啦，吼。啊，佮拄则有讲到，就转型正义的部分，转型正义的部分吼，慢慢啊愈来愈进入状况吼，第一届所当到乱象，即马慢慢啊愈来会当愈好吼，会当互咱较早伫个无公平、无够民主的社会内底。包括戒严时期吼，所当到一寡人权性损害部分，慢慢会当甲伊平反吼。这一步一步咧行的过程当中，拢有牵涉到人民家己本身的权益是毋是受到影响。你若人民的权益受到影响，你袂当讲我警察讲好就好，袂使，你绝对爱经过立法系统，表示有法律的授权吼，这才是应该人权会当行的部分啦吼。所以我是认为讲未来蔡总统吼，咧主持这个改革顶悬司法改革是爱往前行啦吼。啊，搁来拄则有讲到劳工的部分，劳工的部分，咱的基本工资啊。已经是升悬到即个23800吼，3800吼是个基本工资。但是一般的劳团也是希望讲会当制定即个最低工资法吼。啊，最低工资法敢若是时代力量吼，伊有希望讲是28000起跳吼。啊，这是第一顶会期吼。这会期较大的麻烦就是讲等到武汉的肺炎，武汉的肺炎规个咱的经济是小可搁往下修正吼，小可放落来吼的情形之下，所以我认为最低工资法虽然现主席是伫行政院内底差不多审查到一段路，但是是毋是会当依持28000吼，28000整个的规模，可能爱搁有一段时间，因为咱才爱顾虑着讲当然对劳工来讲，你会当基本工资若是为28000开始起跳，但是咱的中小企业主是毋是挡会牢吼？台湾40%以上的中小企业主会当饲了60%以上的劳工的时阵，咱袂当无顾虑到这中小企业主的声音，所以要哪取得一个平衡啊，啊，佫有一寡时间会当讨论。了解。所以咱嘛看到吼，其实咱咧讨论吼，就是讲这个司法改革的这个部分，也是讲这个民众要的这个基本工资啦吼。其实咱看这个蔡政府伫咧顶4年的这个重要这个政策内底，其实咱嘛有做一寡整理啦吼。咱头拄有看到讲这个。基本工资今年是变到这个23800块啦吼，但是这个4档前蔡总统嘛发讲上加工资法是要来推xác立法吼，所以未来4档可能这是立法院可能嘛是要去更加努力去xác的吼。另外咱嘛看讲这4档内主要这个政策吼。对这个族群的这部分，咱看到有成立到这个原住民族广播电台啦吼。啊，其实咱嘛伫这个去年7月初1的时阵，嘛有这个台语台。另外咧，咱嘛讲到吼，去年第2个月时阵吼，通过这个78号这个解说这个施行法，就是咧同性婚姻这个专法啦吼。其实济吼，拢甲吼这个人权有关系，也是讲这个劳工有关系啦吼。咱嘛讲到这回会当吼，伫咧武汉肺炎疫情，正做各国的这个模范。外交上嘛是一个新的这个进展啦吼，不过咱慢慢看讲吼，其实这个面对着这个中国的打压，咱嘛是爱搁去有一寡这个注意的这个所在。虽然讲咱徛伫这个位置啦吼，咱台湾真重要这个战略的这个位置，甲中国嘛是爱甲伊做朋友，但是面对着中国的打压，咱爱去做一寡安怎款的这个应用啦吼。这个军事上吼，咱定定看讲这个强基射台。伫遮起无空啦吼，咱嘛看到讲，另外伫咧经济威胁吼，要定你阿妈棍啦吼，就是讲过去中国游客会当来台湾，但是咱看伫2019年，就是去年8月时阵来台吼，要自由行的这个签证就甲你停发啦吼，所以要定你这个观光的这个部分啦吼，也是讲逮捕这个部分，譬如讲是李明哲，也是讲济人拢去陆陆续续互失踪去啦吼，啊嘛是要提咱的这个邦交国。
伫咧这个蔡总统任内嘛是有这个几个七国啦来断交。另外，这个废台咱嘛袂当讲完全这个是理由啦其实咱嘛讲要甲伊做朋友，但是咱嘛是爱提防这个做朋友所在可能爱有这个咱讲糖衣背后啦咱嘛去注意到伊背后这动机是啥物。其实咱嘛看到国民党伫遮啦嘛是讲呼吁讲朝野是毋是爱来合作？是毋是伫中美冲突抢权的这个时阵，咱嘛看到讲蔡政府是一面倒来依赖着这个美国到底这个对方这个打压也是讲围堵啦咱嘛看到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嘛要讲，敢讲我着美国遮是台湾上好的这个战略吗？咱继续来请教咱的陈立伟。这都头阵也有讲过咱讲迄 WHO 这代志就真明显嘛，因为国际上即摆美国甲中国拢个是世界愈来愈美国本来就第一大国嘛中国是愈来愈重要，咱拢个看得到，伫咧国际上侪组织内底，因的势力愈来愈大啦。比如说这个，咱虽然台湾咱真做啊真好，第一名模范生啦，防疫这个部分做啊真好，但是你看今日嘛，周立远的美国周立远要参加 WHO， 美国嘛是无帮咱提案啊。我有讲过，美国就是咱脸书Twitter 发的啦，讲的啦因为是伊唔敢提，我讲过啊，伊唔敢提的原因就是伊知影，若万不加去表决，伊就无法表决赢中共嘛。因为中国大陆伊即摆就是真侪人。有真侪国际国家是支持。不过咱看到这个美国这个卫生部长啦，有帮咱讲话啊，是伊讲2016年这个总统选举了后，自由公平这个选举，啥啊？迄当阵咱会当参加到 WHO、WHA， 但是咱这回，所以即款是技术的问题嘛，这是第一点嘛。第二点就是讲其实咱都爱考虑一点啦，咱为什么唔通高高低高度啦你看，因为即摆美国要选举啊，美国这川普总统伊要选举，伊的方法嘛是同款嘛，伊嘛是甲国内，伊可能甲咱台湾学，甲咱好朋友，甲咱学习啦伊嘛是甲大陆的人，美国人做变得真仇恨大陆仇恨中国啦仇恨大陆就讲大陆要打，要甲因断绝往来。即摆其实对台湾影响真大啦。我比如讲者，即摆上用这几工这个例台积电，台积电毋是讲叫做护国神山吗？即咱的上重要企业，咱台湾啦即摆美国为了要甲大陆修剪，贸易上毋是讲真是话毋用军事无意见要修剪，伊就叫迄什么台积电爱去设厂嘛，伊规定你的物件袂使卖去华为，袂使卖去大陆嘛。即伫这中间咱中华民国要怎讲爱注意，爱保护咱家己的企业，唔通讲安尼去了，咱这边咱这台积电这边咱袂当卖，迄边有通卖，但迄边人工啊，什么费用拢计诚悬啊，咱这爱诚考虑啊。所以诚侪决定，唔是讲一点就是爱你徛咱高边来讲嘛。所以回头来讲，就是讲，唔管你是执政还是在野，唔管你是要甲中国保持什么关系？唔通家己国内的人，咱互相吐来吐去啦。国民党你执政的时阵，你就民进党吐讲，你要甲大陆好，就是你要甲大陆好，你就是要出卖台湾啦。你若是安尼就做落去，反正你对国民党安尼嘛，你换你民进党执政，国民党嘛是用你的标准去对，台湾永远都袂进步。是啦这个蔡总嘛是互蔡总统建议对着这个中共的这个部分大家可能是这个较共心朝野合作啦。我补充一丝说就好拄则迄个陈委员有特别讲了，讲参加这个 WHO 是一个技术问题事实上，我所知影就是安尼就是讲 WHO 若是要邀请台湾来参加咱拢希望公开甲透明。但是内底有一步，较早可能国民党会当接受，就是讲，伊若是 WHO 透过中国来邀请台湾，你有要同意无？就我所知影，蔡总统是无可能答应，因为你若答应了，你变成你敢若是中国的附属国，我们不希望变成中国的附属国，所以咱希望家己独立，会当用家己一个独立的这个国家的地位去参加时阵，这个困难重重，包括美国家己一个国家都无办法，互咱完全去参加 WHO， 你袂当怪美国啊，你是爱怪中国才对嘛搁来，如果江主席伊认为讲袂当甲即个在野党伫咧台湾的地位甲伊放弃掉，我相信伊徛伫是国际战略来看。但是咱知影，现主是国际战略顶悬，中国大陆对台湾来看待，伊毋是看待讲你中国国民党会当变做是民进党甲中国之间的动车皮。
以后民进党的政府所爱面对上大的挑战，就是单独爱面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安怎来看待台湾，这就是上大的部分。所以是安怎，咱希望会当引进世界自由国家内底会当甲台湾徛斗阵的人，来共同对付着参加这个独裁政权这一边的这个战略。所以是安怎，咱伫 Indo-Pacific 顶悬会当较活跃来参加，主要理由就是伫遮。台湾的经济、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情势，嘛是随着国际关系来改变，唔是永远无改变的。所以的未来4当吼，这个蔡总统的挑战也真济啦吼。面对着国内这个条约，应该这合作吼。最后咱嘛请这个蔡立伟啦吼，你嘛有4当吼，未来4当你嘛要建议蔡总统的。安那是会等来按即摆疫情以后吼，疫情以后按要安如何来振兴，而且企业要转型啦吼，所以阮开始即个阮民众党开始对即礼拜开始，阮要开始办每个月的一寡企业转型的迄个座谈会，所以阮的主题叫做共荣经济吼，幸福永续。吼，阮要开始办，因为我感觉你讲迄拢讲一大堆拢无路用啊，其实甲国内经济用得好，老百姓大概有钱通赚，大概过了大概较快活。吼，你讲啥大概较听会落去。嘿，所以你若无甲经济用得好，其实讲啥物拢是假的啦。是啦，所以明仔520啊，这个救经济、救民生啦，吼，可能嘛是这个蔡总统未来这个4当。所以，阮第一场的迄个座谈会，就伫个拜5 5月22号。不过明仔上重要吼，520先看蔡总统这个演讲稿是安怎讲吼，对外对国内安怎宣示。感谢4位来宾，感谢多谢。谢谢。谢谢。